继续来看这届事故的罹难者，有的是要回乡来扫墓，有的是趁清明的年假要出去佚佗，想袂到拢来坐到这台死亡的火车。家属伫第一时间为全台湾各地集中到花莲，有不少是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伤心甲温离的涂骹。为了要让家属顺利甲亲人接转去厝，警政署是来启动着安家服务的专案，派警车专程来开路，送这个死亡者最后一段路。受难者伫家属的陪伴准备转厝，员警和志工列队行礼，欢喜出门却无法度平安转厝，意外了的返乡路特别震动。台北事故的51位受难者来自全台各地，当去厝内上尾一段路，警方嘛比较着轻规格，警车开路，沿路交关控定。警政署启动安家服务专案，自花莲当地警方列队表达敬意，警车护送到徛街附近的警分局接手，继续关怀。在国家遇到重大灾难事件的时候，我们警察团队能够代表国家，给罹难者一个安慰，给家属一个安慰。其中一位布农族清水部落的受难者，大部分时间伫北部做工课。趁清明年假，想要食破病，佮家己带老爸上北做伙生活，所发生憾事。俊杰本来是打算要带他去工作邻近的大医院，然后就近照顾，可是就是遇到这样的事情，真的非常难过。是大人送少年人，老爸伤心过度，急速脱水，赶紧送病院治疗。家属的伤心，警方感同身受，更加要用行动帮助家属坚强站起来。